这个来上了电影，呀，把你上去做一千。这叫什么？呀，是的，他去什么上去做的？呀，今天的这家就远他。啊，他去什么上去做起的？呀，今天的这家有钱。对，今天这家有呢。老百姓都要买的钱。呀，今天是对不起，把你上去做的车，呀，多一个他。你把这电影是对不起，呀，做一千。老百姓都要上，老百姓都要买的了。是吧？老百姓都要买的。上去不全。他妈哪里给钱了是吧？呀，谁上去了叫第一次是？第一次是，现在是我看。啊，对。我操！自己上去了叫第一次，就我。老百姓都要买的嘞，老百姓都要买衣服。就你们看。这是的，他就一把刀子，这是的。就不是电上去了叫第一次。老百姓就买的，我叫一把刀子。老百姓都叫，有没有人就到他们头，老百姓都叫买衣服。这里是怎么听到我的？星期上去了，星期上去了就要一。就要买一些，老百姓都就要买，老百姓都要，就要买，就要买。再大家打打，再大家给对，俺讲，今年的刚入的到底老百姓都就了啊。知道你啊，知道大概是就要一，就要买一，就要买一，就这就是老师们的事情。再大家，哎呀，老百姓都就，老百姓都，这一下的看，这一东西都当不着，你就知道，这一下就当不着。上去什么那么些？哎呀，老百姓都就要买嘛，对的。就这讲去什么？就讲上去的打，就这今年是这个哪里？呀，就讲去什么事？就讲上去的讲去什么那么些？哎呀，老百姓的叫没嘛？老百姓应该东西没有嘛？对，老百姓的叫哎呀操！对吧？谁先都上去你？老百姓，哎呀操！一切都。他们的叫第一次，老百姓叫哎呀操！别当叫，老百姓都叫啊。对，哎，给钱了。对，哎呀，我本来给你喊这么第一次，老百姓都叫哎呀操！我给你，我喊这么第一次，他们老百姓，哎呀操！